講藥方，教大家睇脷辨病。學識咗咧，以後同人哋吹水嘅時候咧，都可以露兩手，喺朋友面前咧威下都好。首先咧，我哋條脷咧嘅中間，即係舌中，舌中代表係脾胃，舌中有裂紋，表明咧脾胃虛弱；舌中有凹陷，係脾胃氣虛；舌中咧嘅脷苔咧又黃又膩，講明咧脾胃係有濕熱。相反咧，如果係舌苔白膩，多數係脾胃虛寒，痰濕重。舌尖咧係代表心，舌尖發紅咧代表心火旺。舌尖淡白咧，表明係心血不足；舌尖凹陷咧，一般都係心氣不足。如果舌尖有紅點、瘀點，講明咧係有淤血，血瘀化熱。舌前端咧代表肺，舌前端發紅咧，表明肺火旺；舌前端有裂紋係肺陰虛；舌前端有凹陷係肺氣虛。舌邊咧代表肝，舌邊發紅咧係肝火旺；舌邊淡白咧係肝血不足；舌邊鼓脹咧係肝氣鬱結。最後咧，舌根係代表腎，舌根有裂痕咧代表係腎精虧虛；舌根有凹陷，表明咧腎氣虧虛；舌根嘅脷苔發白咧係腎陽虧虛。相反，舌根嘅脷苔發黃係下焦濕熱。大家有時間可以對住塊鏡伸條脷出嚟睇一睇。今日